拆卸重建，司機擔心交通擠塞。珠海供電緊張，唔少工廠成日停電。哇！好彩啫！美國個女人移植卵巢之後成功生 BB。咁都得，咁都得。喂，銅鑼灣天橋將會拆卸重建，舒緩交通擠塞，但附近嘅道路就需要改道，為期2年。有職業司機擔心交通會更加擠塞。我知2點鐘嘛。銅鑼灣天橋係車輛由嗰啲隧道到時打道進入去銅鑼灣鬧市嘅必經之路，但依家單線行車，繁忙嘅時間，車龍有時會阻礙其他行車線。路政署準備起一條2線行車嘅新橋，增加道路流量，前期工作已經準備好。嚇？咩獎嚟㗎？全港環保繪畫比賽冠軍？真㗎？又見到佢啦！原來佢咁叻㗎喎，又靚仔，又識畫畫，點算好呢？問問佢拎電話號碼好呢？過咗去啦！有人啦！打唔到啦！現在係標準時間中午12:59。好多機會問佢時訊號係由幸福快級數及幸福快投訴贊助播出。黐線㗎！我就出去啦！我老咗乜嘢啊？有播新聞？銅鑼灣天橋拆卸重建，司機擔心交通擠塞。珠海供電緊張，唔少工廠成日停電。唔係卵巢移植啊！美國個女人移植卵巢之後成功生 BB。各位，銅鑼灣天橋將會拆卸重建，舒緩交通擠塞，但附近嘅道路就需要改道，為期2年。有職業司機擔心交通會更加擠塞。銅鑼灣天橋係車輛由嗰堆隧道到時打道進入去銅鑼灣鬧市嘅必經之路，但而家單線行車，繁忙嘅時間，車龍有時會阻礙其他行車線。路政署準備起一條2線行車嘅新橋，增加道路嘅容量，前期工作已經準備好。佢喺出邊？由於新舊天橋都橫花環。嚇？咩獎嚟㗎？全港環保繪畫比賽冠軍？真㗎？咁頒獎係幾時啊？喂！銅鑼灣天橋。銅鑼灣天橋拆卸重建，司機擔心交通擠塞。珠海停電。珠海供電緊張，唔少工廠成日停電。卵巢移植。美國個女人移植卵巢之後成功生 BB。玩具。仲唔係？銅鑼灣天橋將會拆卸重建，舒緩交通擠塞，但附近嘅道路就需要改道，為期2年。有職業司機。今次仲拎唔到佢個電話號碼？喂，係。你可唔可以俾電話我啊？我早已經想問你咯，其實我中意咗我真係估都估唔到啊！我想問佢隻電話啫。成個世界都好似停頓咗咁，我都唔知應該點做先好。咩啊？借電話？佢都傻傻地嘅，屋企有電話又唔用，無啦啦走出嚟問人借電話。我哋去下一層搭 lift，走咯。